點解針灸會引起感染？Hello，大家好，又嚟到馮式晚CMC中醫臨床教學。今日同大家講一個比較大家今日比較 hit 嘅話題，就係針灸係咪真係會引起感染咧？話說早幾日就新聞，我諗大家都睇到啦，係關於一啲中醫醫學啦或者針灸嘅人咧，都會睇到新聞，就係話有個男士啦，47歲就因為喺針灸之後就受到感染，然之後出現呢個嗜肉菌感染啦，然之後需要截肢嘅。咁究竟呢單嘢係有冇可能發生咧？係啦，咁最初我睇嘅時候，我自己都覺得有少少可疑嘅，會唔會冇可能啊？因為呢個情況始終聞所未聞啊。咁然之後就睇到多啲資料就係話，原來肇事嘅診所有兩間啦，一個係上環，一間銅鑼灣啦。咁銅鑼灣間診所就發現診所裏邊咧個環境有啲樣本係發現呢一種細菌，咁所以就懷疑某醫師行為不當，即係治療不當而導致呢種感染嘅。咁今集同大家講下，究竟其實針灸係咪真係咁易感染，同埋呢單案例我睇法點樣咧？咁入嚟嘅朋友先 hi 先啊，入嚟睇下聲音話咩 O 唔 OK？如果 OK，大家一字唔該。咁睇翻呢件事咧，就因為發生好短嘅時間，因為病人講緊係佢4月6號扭親，7號去上環針灸，9號再針灸，10號去銅鑼灣針灸。然之後11號就發現個關節腫咗發燒，13號已經出現截肢啦。即係短短一個禮拜裏邊，病人就好慘咁樣就由普通扭親去到要需要截肢嘅情況。咁大家明白呢種細菌咧，即係導致截肢啦嚇，壞死性筋膜炎嘅細菌咧有幾種嘅。咁而事主今個情況嘅細菌咧係屬於甲類嘅鏈球菌。咁當佢感染感冒嘅時候咧，係發生得好快嘅。即係一日兩日已經可以一個好嚴重嘅情況。咁其實早喺大半年前啦，喺日本都出現呢種咁嘅菌啊，都係出一啲食肉菌啊、食人菌啊，會導致截肢嘅。咁導致好多人都擔心去日本玩嘅時候會唔會傷口感染而導致。咁而呢個案例咧，大家睇翻就係原來係發現銅鑼灣嗰個診所嘅俾病人更換嘅褲咧係有同類嘅細菌。咁當然而家暫時調查緊係咪同一種啦，要用呢個 DNA 嘅排列啦。咁但係呢件事就咁單純咁睇，係咪會真係認為銅鑼灣嘅醫師咧？我覺得又未必咁快肯定住嘅，因為點解？因為上環診所嗰間診所咧係衛生署係聯絡唔到啊，係揾唔到，因為冇開檔啊，聯絡唔到，所以係做唔到上環診所嘅環境樣本有冇同類細菌啊，因為有種可能性就係會唔會係由上環診所嘅醫師導致個病人7號導致，然之後7號冇事，9號有事，10號突然間我發後緊要，再揾另外醫師睇，然之後11號先至發病咧。其實按時序嚟講都有可能嘅。咁所以係最公平嚟講咧，係需要喺盡快聯絡到上環嗰間診所嘅醫師，喺個樣本裏邊睇下附近有冇啲類似嘅菌。如果唔係嘅話咧，對於即係銅鑼灣嗰位醫師嚟講咧，係唔公平嘅。咁所以就算如果真係去到即係去到投訴啊、打官司啊，或者去討論嘅呢單案例嘅時候咧，都唔可以憑呢種情況去斷定銅鑼灣嘅醫師係有問題啊，因為始終有可能性咧，就係會唔會係病人本身帶住呢個菌喺屋企都有帶住呢個菌啊，然之後喺上環咁即係感染之後帶咗呢個菌，然之後喺銅鑼灣嘅時候換咗個醫師診所嗰條褲，而將啲菌傳染埋俾條褲嗰度咧啊，呢個都有可能噶嘛。咁所以始終疑點歸利於被告啦。咁所以即係如果想令呢件事嚟講咧，就係需要即係盡快調查咗先至可以嘅。OK， 咁至於今日重點就唔係講呢個問題，就講下其實針灸係咪會真係引起感染咧？咁其實我哋學醫嘅時候咧，其實都知道噶啦，你都知道其實係會有嘅，係會有。咁我就睇翻一啲最即係近呢幾年一啲香港嘅一啲關於香港嘅一啲新聞啦。咁原來早喺11年前咧，有位教授咧已經叫做做一啲研究，咁就發現咧，即係喺遠古啊，即係喺外國一啲文章裏邊咧，講緊70、80年代咧，有文章已經發現針灸咧係會導致一啲感染嘅。咁多數一啲係因為
係咁樣啲，譬如乙型肝炎啊，或者係丙型肝炎嘅一啲即係肝炎類嘅為主。咁但係點解咁樣咧？因為當時候咧，嗰個年代即係我都未學醫啊，可能啱啱出世嘅年代咧，咁基本上係因為佢哋用針咧係有啲 reuse，即係重複用相同嘅針，咁所以相同嘅針去用，就算消毒之後都好啦，可能啲病毒咧係殺唔死咧，而導致傳染一啲丙型肝炎啊或者乙型肝炎嘅。咁呢啲情況以前都比較多，咁但係自從喺我哋廿一年前喺廣州學醫咧，都見到嘅，都係啲醫師咧係用酒精浸住啲針，然之後啲針係再循環再用嘅。咁但係自從我哋喺畢業之後香港翻咗之後咧，已經有啲叫獨立包裝嘅針㗎啦，所以我哋基本上已經唔會重複用。即係自此之後，我都基本上我都未見過有病人會重複用針，但係有情況係會嘅。如果假設個病人係屬於細蚊仔啊，要飛針嘅，可能一支針咧就會係針完呢個穴位轉兩轉，掹一掹，再針個位掹一掹就會有嘅。呢個會發生，所以一支針咧有機會用晒個屍皮損傷嘅穴位，有一個咁樣重用法嘅，或者又有啲叫小針刀都係嘅啦。呢支針可能撩完之後喺地位再撩，咁先至會重複用同一支針。否則話咧，唔同穴位咧係唔會即係唔會用翻同類嘅針用翻同一個病人嘅，絕對唔會嘅。就算梅花針都唔會，一全部都可以 disposable， 即係可以係叫做用即棄嘅。咁所以我哋基本上就已經好少考慮係呢種重複用針嘅可能性。咁至於之後啦，後期啦，開始慢慢咧就會多咗一啲案例，就係一啲針灸感染嘅案例，咁就慢慢開始多嘅。咁我睇翻原來全世界裏邊都有啲文獻係關於呢樣嘢嘅。咁今日同大家就探討下即係呢方面嘅嘢啦，係啦。咁啊有朋友即刻識下先啦。咁啊亨德莊亨醫師就話，莊醫師就話啦，呢單嘢都其實全部一定大嘅，因為點解唔大？因為本身關乎翻大眾利益。因為如果係即係針灸程序出錯嘅話，都情有可原，都明白到原來係個醫師問題。如果能針灸程序冇出錯而導致感染咧，呢件事係好大件事嘅。即係話普通嘅消毒原來都係會感染嘅喎。咁呢係關乎翻所有病人，包括醫師都好啦，嗰個一啲會有啲嘢我哋係睇漏咗咧，會有啲嘢其實可能會普通消毒係唔得嘅咧。咁呢方面係大家要去探討嘅。咁所以點解傳媒咁大，就唔係在於接唔接知，而在於真係關乎觀眾利益。咁我自己都喺發表好多文，即係我都寫好多文章去事實分析點解會咁樣發生㗎啦。咁所以就大家係要留意嘅，係留意，即係留意嗰個進度係點樣啦。睇下先啦，我查翻啲資料先啦，我睇下先資料。咁所以喺咁係講喺嗰個教授咧，就係香港大學嘅一個教授啦。咁佢喺發表文章就係講緊係11年前嘅啦，就係話其實喺英國嘅即係喺英國一啲醫學雜誌裏邊發表啦，就係除咗乙型肝炎之外咧，其實之後好多情況下都會出現一啲細菌感染。咁而我自己就查翻一啲文獻咧，就發現咧原來如果唔用消毒方法去針灸嘅話咧，感染率係大概1/1000，即係話你如果唔用酒精消毒就咁針灸嘅而家其實都有，我見有啲醫師喺度表演咧，就係隔3根針灸，即係指唔除衫又唔消毒，咁直接針落去。咁都有醫師喺國內都會有咁情況嘅，我唔知香港有冇啦。咁但係我起碼見到一啲影片咧，係仲有呢啲醫師係咁樣操作嘅。咁當然你會覺得危險啊，其實就講緊1/1000機會咯。即係1000支針，有支針冇機會感染嘅。咁而呢種情況咧，以前比較多見，即係喺外國都有，我都有比較多見一啲。咁譬如台灣啦，台灣即係有位林信谷醫生咧就話啦，即係佢喺2000年到2018年，即係講早期年嘅情況啦，18年裏邊咧，發現針灸相關併發症咧，原來1萬支針咧，1萬次針嘅治療啦。我唔知係1萬次係1萬個病人定係支針啦。但係講係有呢個氣胸就0.067嘅%，即係氣胸嚟講咧唔多嘅，即係可能1萬個裏邊只有0.06個，即係可能即係好少，即係10萬個先至有半個咁樣咯。咁但係佢屬於蜂窩性組織炎咧，即係針灸之後導致一啲可能手腳一啲蜂窩性嘅感染咧，有7個嘅喎，即係話1萬裏邊有7個，其實個比例好高喎。咁而我估可能台灣牽涉一啲醫師
一次台灣醫師有冇係嗰年代係咪要考牌咧？我都唔係好知。而家需要考牌，但係問題我唔知需唔需要考牌。咁所以係比較早期嘅時候咧，如果唔消毒或者消毒唔好咧，係有機會出現感染。咁以蜂窩性組炎咧，其實都比較嚴重啊，都唔係一個簡單嘅案例嚟嘅，都有時會需要即係嚴重到需要截肢嘅，唔出奇。咁而喺台灣都成日新聞都遇過啦嚇，講緊2020年啊，依單新聞就係男性針灸之後腳背紅腫冇法行走，出現傷口細菌感染，導致呢個敗血症。咁啊都有圖片嘅，即係隻腳針灸之後就紅啊腫啦，係啦，紅腫啦。咁就原來發現係屬於呢個針灸之後出現呢個感染，係嘛？即係咁樣5年前原來都台灣都有啲咁嘅案例，都係因為針灸感染。咁點解針感染咧？就我諗呢次大家要明白就係嗰個始終針咧雖然好幼身，即係譬如我大家望下針好幼身，咁但係始終佢都係一個係咪好幼啊？即係有個好犀利嘅針，始終都有呢個創傷皮膚。咁所以其實喺香港嘅，譬如我諗早好年啦，即係譬如因為香港嘅針灸，我畢業咗都成21、22年啦。咁講緊都成好多年前已經開始物理治療師啊，同埋針灸嘅學會咧，都會去探討衛生署去探討究竟針灸點樣可以預防感染。咁佢哋亦都發過一啲一啲關於開會，都關於一啲操作上係要注意啲咩嘅。咁佢都會講到譬如話啦，即係喺啲文獻見到啦，即係文獻就話啦，即係針灸有關於嘅感染個案都話啦，譬如經血管傳播病，譬如啱啱講過啦，乙肝型會啦、丙肝會啦、艾滋病都原來都有報道過嘅。不過比較好耐嘅時間，即係講緊89年啊、93年，即係成30幾年前嘅情況。咁而啲細菌感染咧都有嘅，譬如有啲去98年啦、03年啦、04年啦都有嘅。咁導致關節咩？09年都會有。咁所以你見到咧係講緊10幾年前嘅情況咧，都會有針灸導致感染嘅報告，所以呢情況並唔係罕見。咁而點解會咁樣咧？因為始終消毒細菌咧、殺菌咧係冇錯，酒精可以殺菌，咁但係有時係需要時間嘅。咁譬如我哋用即係一般針灸嚟講啦，即係就酒精消毒皮膚。咁你我哋好多時候好見啲醫師就咁係即係抹兩抹咁就針噶啦。咁原來咧消毒嗰個程序咧係需要時間，酒精需要沖量啦。咁而且抹完之後咧，即係可能唔係抹一次就針噶啦，可以抹一次、抹兩次、抹耐少少，咁先至能夠發揮到殺菌嘅功效。譬如我哋洗手都好啦，即係都會教我哋洗手要可能10秒時間，即係唔係用抹兩3秒就消毒嘅。咁甚至乎咧，正規嘅有啲就話咧就要成15秒時間。咁所以諗下啦，如果真係個患者表面皮膚比較多細菌，咁原來輕抹兩抹咧，未必殺啲菌啲細菌。咁所以之前就文獻就係話啦，原來如果用酒精消毒之下去做針灸咧，都有1/1000嘅人會感染即係1萬個裏邊咧都有個會出現感染。咁所以用酒精消毒個過程，如果唔做得好好嘅話咧，都有機會出現感染。咁我自己睇咁耐啦，係咪都話都講緊，即係用咗我成即係幾廿萬支針㗎啦，咁都冇乜特別出現情況，因為本身我會知道原來針灸係可以導致關節炎嘅，或者皮膚炎嘅，我一早知㗎啦，好早已經知㗎啦。咁最危險係咩？係就係針呢個膝頭哥，因為膝頭哥本身個關節如果係腫咗之下咧，佢積晒水。如果你消毒得唔夠嘅時候，而支針咧係需要直接插落個關節囊裏邊，咁啲針係有機會帶啲菌穿落關節囊，而關節囊本身咧有好多積液裏邊係俾啲喺一個好好嘅環境俾細菌去滋生，咁所以針膝頭哥咧係特別危險。咁所以對於一啲依類咁嘅情況咧，我哋係要好小心，一定要消得好透徹手要消毒啦，皮膚可能要真係消毒幾次先至作針，咁我先安心。同埋我而家針膝關節咧，唔係腫嗰啲咧，我盡量唔針關節囊嘅。咁所以你要明白，有啲人睇有啲地方咧針灸係特別高危嘅，呢點我係需要特別留意。OK， 咁所以原來就正常情況嚟講，我哋做得好多嘅話，都有少少機會出現感染。咁所以你話呢單情況會唔會導致即係壞死性筋膜炎咧？咁我就專登去睇下全世界裏邊有冇啲案例係關於咁情況。咁原來真係有，係真係有嘅。
咁啊，我睇到就暫時資料睇咧，就最早登記啦嚇，最早發表文章係講2024年。咁啊，2004年咧就喺呢個新加坡嘅醫學期刊裏邊咧就發現啦，呢個 necrotic fasciitis 咧就講緊係呢個壞死性筋膜炎，就係一個會影響生命健康嘅一種情況咧，係針灸引起嘅。咁而呢病咧係有 diabetes， 即係有呢個糖尿病。即係話，如果有啲病人係有糖尿病進行針灸咧，其實危險高少少。咁當然，呢係 general 嚟講啦，唔係話所有台病嚟講啦。即係話，因為本身糖尿病嘅人可能隻腳嘅時候，咁佢啲末端嘅環境儲存環比較差少少啦，咁更加容易令到細菌容易滋長。因為始終人咧有免疫系統噶嘛，有免疫力噶嘛。就我哋普通針灸嘅時候，有細菌都好啦，我哋身體免疫系統已經足夠去抵抗一啲細菌噶啦。咁所以就算點解會1000支針，即係點解會唔消毒之下針灸都唔一有事咧？人體本身有免疫力噶嘛。咁但係對於一啲即係腸病患嘅，譬如糖尿病咧，係特別危險，就在於佢腸環比較差少少啊，咁所以容易有啲出現併發症。咁所以2004年裏邊咧就原來出現過，所以呢單今次香港事件咧就唔係全球首例，而係真係出現過。咁而對於一啲唔係即係唔會有啲唔係糖尿病啦，即係比較健康少少嘅病咧。都有嘅，都有嘅。咁喺2011年咧，睇下先啦，2011年啦。咁呢單咧就係有個女士就係關於呢個叫做貧血嘅貧血，2021年嘅冇啦，2021年。咁都會出現一個壞死性筋膜炎，就喺針灸之後，咁又本身有啲惡性貧血。咁呢個 case 咧就佢之前 case 咧可能懷疑係會唔會係消毒得過程唔好而導致嘅。咁但係呢單 case 咧。個來嚟講係全程做足消毒程序嘅，咁所以係叫做一單又唔係糖尿病，亦都唔係話消毒程序做得唔好之下出現呢個壞死性筋膜炎。咁所以大家見到啦，原來始終即係雖然機率好細都好啦，呢單嚟講即係全球嚟講，我見裏邊都係講緊10單以下，即係講緊全世界咁多年嚟講嘅病人用過針灸，講緊唔知幾億支啦。我諗計香港嚟講。由我哋畢業開始計，而家都成萬個中醫師，咁加埋我哋治療師，咁每日用針嘅數量，咁我自己都幾廿萬支啦。咁加埋可能成1000，咁或者成幾千，乘上去嘅時候就發現咧，大大話都成1萬支針先出現一個案例。咁即係話1億支針先出現案例，所以呢個案例係極度罕見嘅情況。全球案例不多於即係可能得個10幾單、10單、20單嘅啫。係咪？咁所以就總括嚟講就係機率係好低，咁所以我哋要點樣去做足我哋嘅一啲消毒程序咧，先至好咧，咁先至可以預防呢啲咁嘅即係感染情況。咁另外就原來我睇翻啦，原來好多文章咧都2013年咧都講到嘅，即係甚至乎咧將針灸一啲出現一啲案例一啲唔好嘅副作用啦，就將佢做一個文章啦，一個比較systematic 即係系統性嘅文章 review 啦，咁發現咧原來都喺外國嚟講都唔少人針灸出現感染嘅情況，唔少嘅。咁所以佢哋咧都會建議咧，即係要做足好好嘅消毒程序。咁即係好多都係嘅，即係呢個係外國啦，咁總結咗14年裏邊有25個國家有117個 report，咁就關於針灸嘅副作用。咁針灸裏邊佔咗294個 case，咁其他可能一啲艾灸啊、拔罐之類，咁艾灸拔罐比較少少，咁就發現咧，好多都係啲感染一啲細菌情況咁嘅情況。咁另外可能有啲係出血啊之類，但係重點都係感染，即係感染針灸就感染情況咧，即係原來比我想中係都唔少嘅喎。咁另外就喺呢個韓國都有。即係韓國原來都近呢幾年咧都做一啲類似咁樣嘅 review 啦，咁就發現都係唔少案例喎。即係睇下先啦，呢個案例好似係啦，就呢個係關於韓國啦，係啦 Korean 就係講2010年至2014年，即係講緊早20年前度啦。咁呢5年裏邊咧都有1000個 patient 咧就係關於針灸導致一啲感染。咁我又唔知韓國嗰個衛生環境如何啦，佢哋
即係針灸師使唔使考牌，我唔係好知啦。咁但係起碼佢哋嚟講咧，都有唔少嘅人咧，都係因為針灸而出現呢種即係感染情況。咁所以普遍嚟講，香港就相對少嘅，因為香港少，唔係在於感染先，可能在於香港環境因為就算病人針灸之後幾日之後出現一啲紅腫，佢未必諗係關於針灸事。咁啊睇醫生，醫生可能食開抗生素就好翻。咁係啦，咁所以即係可能香港人嘅環境衛生條件比較好啲啦，或者睇醫生容易啲嘅，即係好易睇醫生，醫生就開藥就算，或者睇緊症開症就算，佢未必去真係去考究人哋點解會感染啊，佢未必問嘅。咁但係如果自從呢單 case 之後咧，如果即係急症室嘅醫生或者西醫當留意多人更加留意，原來針灸會導致感染嘅喎，咁可能會譬如手突然間紅腫痛，佢未必考慮到咁快就考慮針灸噶嘛，可能我俾咬啊或者搲損之類，咁所以就唔為意係咩咯，咁但係食咗之後好翻咁啊算嘅。咁所以香港嚟講會唔會其實有啲 case 係我哋俾唔知咧，或者我食咗之後好翻晒而遺忘咧，係有可能性嘅，係啦。咁所以呢種情況就我相信錄咗之後會多咗人去留意啦，多咗醫生留意啦，所以可能呢啲案例可能慢慢會多翻，都唔出奇。咁所以大家就如果同行咧就要即係留意，即係針灸程序一定做得好好嚇。如果唔係咧，原來針灸雖然好似啲針好幼細咁樣啦，其實都會帶來啲感染情況。好，咁啊睇下啲留言點講先啊。佢話股市啲人用口水消毒冇可能啦，口水細菌都唔少啦，係啦，呢個唔好講笑啦，係啦。睇下先啊，好長篇啦。記得北京喺中醫嘅時候，我哋神針乜咁解釋下咁，去到佢地盤，幫我由鼻塞，佢話幫我針灸，佢個袋裏邊拎張紙巾出嚟，原來入邊有針，接住佢支針喺放口裏邊啊，哇咁真係哇仲恐怖過咩喎？即係呢度就講喺即係我啲病人咧係去英國抽血啊，抽都係即係都類似咁情況，好驚嚇嘅抽血喎，啲針好粗嘅喎，比針係粗好多嘅喎，咁都係啪，即係我幫佢打啪，然之後就一嘢懟落去啦，就針啦，都冇完全冇消毒。咁我病人都嚇到呆咗，唔單止一個，係有兩個病人都係咁情況。咁即係嗰下好得人驚，哇！唔消毒下，咁始終原來機率係有，即係可能講1/1000，即係可能1000個裏邊有一個係咁樣咯，先感染咯。咁所以你必唔好彩就係中咗嚟咯，要好彩你咪冇事咯。即係可能1000%99.9係冇事咯。咁但係始終危險嘅程度係有噶啦。OK， 好，咁至於點樣可以做得好消毒咧？就其實坊間都有即係有指引係要點樣消毒法嘅。咁其實喺即係早前啦，做可年前噶啦，即係香港註冊中學會啦，九龍中醫工會啦，同埋啲物理治療師嘅啲學會咧，同衛生署都開咗會嘅，都寫啲指引噶啦，基本上。咁我上網抄份草稿啦，就講啦，就係我哋要喺以下情況咧係需要清潔多10雙手噶，譬如摸病人之前要消毒一手，進行無菌操作前要消毒，接觸病人後又要消毒一手，係嘛？咁啊接觸病人周圍嘅環境之後又要消毒一手，接觸血之後又要消毒一手，即係我哋手咧成日都要消毒噶，即係咩意思啊？即係摸病人前咁啊，例如呢個啦，係一個就診權啦，咁啊摸病人前又要手要消毒下先，你抹下先 ，OK。咁然之後擺完物啦，摸病人之後啦，又要抹一次。佢針灸啦，病人瞓落床，譬如揭開手針灸啦，咁我手要消一次。咁可能摸完呢啲嘢之後，開針，針拎出嚟啦，咁又要消一次。咁摸病人皮膚之後，又消一次。即係基本上咧，你嘅手係一次再針可能要摸4、5次嘅。咁你問大家會問咁多啊？坦白講，我係真係咁多嘅，我真係咁多嘅。即係唔係講笑，即係譬如我例子譬如針灸，咁我可能第一步已經，即係我平時已經睇病人已經有啲抹手啦，基本上係已經慣例，沙士之後已經慣例，咁我可能就開我針啦，咁我一般就做落啲做法嘅，即係點樣可以做針灸唔可以避免感染咧？即係做幾個步驟嘅，即係譬如話呢度假設啦，呢度啲針咁啊管針啦，咁有啲病人係用呢個即係飛針或者係用呢啲唔同方法，咁因為始終針灸咧就好多操作手法咧係唔一樣，咁我喺 Facebook 都有文章分析過嘅，因為始終有啲係唔同方法、唔同派別，
咁譬如我用管針嘅，管針基本上就最簡單，因為管針裏邊支針咧係咁樣嘅，支針喺個管裏邊嘅，所以係支管你只要唔依表面唔係污糟嘅話咧，又污糟到好多唔緊要啊，呢支針咧喺裏邊飛出嚟嘅，即係佢係咪飛出嚟嘅？咁所以個過程裏邊咧係咁樣飛出嚟嘅，睇下有冇望到啦，呢度咁樣飛出嚟嘅，咁基本上係唔會掂到即係支管所以咁拍落去咧，我手係掂唔到支管。咁譬如假設啦，咁做法就點樣做法？攞針針出嚟啦，咁手要消毒啦，係嘛？手消毒啦。咁呢個面球咧都要表面消毒消毒噶啦。咁可能好嘅地方即係抹一抹啦，咁可能有時會即係我等佢抹一次之後，我再摸一維持，因為手已經消毒咗啦，皮膚再消多次啦，咁 suppose 已經 OK 啦啩。咁我都會再摸定一定嘅穴位嘅，定一定穴位，然之後定定穴位啦，摸先穴位啦，咁我就點樣再抹多次。咁所以一穴位我基本上摸係抹2次。咁當面球乾咗咧，咁我就執翻啲酒精，咁所以隻手咧基本上係搓住嗰個面球。咁我搓呢隻手咧，基本上咧已經消咗幾次噶啦。咁然之後就喺個管裏邊拍針啦，大拍針咁拍落去，OK 拍落去。咁所以呢個過程裏邊咧係啲針頭係唔會接得到啲其他地方。咁再入針啦，入針。咁大家見啦，呢場針長度咧，咁我都要咁樣入針嘅。一手指手指尖係唔會掂到個針尖。啱望到啦，我啱啱咁撩嚟過咧，揩咧，手指就有菌嘅啦，係嘛？咁如果再咁攞一支針身嚟講咧，咁啲針身已經咁做。咁我而家嚟講咧，支針身咧都係無菌嘅，無菌嘅。咁再入針咯，咁再運轉咯，係嘛？咁我一般用管針長期方法。咁跟住我譬如啱摸鼻哥啦，咁又要消毒個手指啦 ，OK？ 啱啊。咁假設如果唔係咁針嘅咧，有一點針咧，咁如果支針比較長少少嘅。佢呢支寸半針，而啱啱今次病人咧嚟講咧係3寸針，大家望下啦，呢支針係即係長啲啊嘛，係嘛？依家有2寸嚟嘅，呢3寸長咁多，咁長咁多嘅時候咧，用管拍落去冇問題嘅，直拍落去。但係如果咁支針嚟講太長嘅話咧，咁我哋如果用飛針，譬如話飛針啦，咁飛嘅指咧，咁樣支針咧揸住針柄咧就咁飛落去，咁飛落去，或者直接咁拮落去，即係大家望住啦。即係有啲針灸咧係唔想揸針身，而針灸咧就咁拮落去嘅，好長咁拮落去，咁拮落去咯，係嘛？咁拮落去，咁當然會痛啲啦，俾針嚟翻啦。咁拮落就要所謂轉落去，所以個過程係會痛啲，都痛啲嘅。咁但係如果講緊一啲即係3寸針嘅時候，咁你針咁長嘅話咧，咁就難啦。如果病人本身係比較肥啲啦，都要厚啲啦，譬如啱啱呢個事主，好似係玩蛙艇定係玩獨木舟嗰啲嘅，可能曬得好黑實，都唔細隻嘅。咁你就咁支長針嘅時候咧，係會好危險嘅。危險咧就係支針咧，你好難會用到力嘅，即係你睇望唔到啊？我拮落去都好啦，我皮咁薄都好啦，支針係會攣嘅，支針會攣，你點入去啊？咁會點樣咧？就會揸前面咯，揸前面嘅針。咁呢針唔會搖啦，咁會拮到落啦，係咪？咁但係大家留意啦，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手指係揸住針身，即係呢一橛咧，呢橛係已經有菌嘅。如果我呢個時間手指係即係摸地方嘅話，去揸針身咧，呢度係有菌嘅。咁我當拮得咁深嘅時候咧，啲菌係有機會打咗落去。呢種就係會導致點解會針灸感染嘅其中一個最大可能性，係揸針身入針前半橛有細菌感染，然之後再入得太深嘅時候，譬如可能大髀位置肉好厚嘅，入2寸嘅時候，咁依肉裏邊啲菌咪會帶咗落身體咁深嘅地方，係嘛？咁咪會導致有機會導致裏邊感染咯。OK， 咁所以無論咩方法啦，即係針身係唔可以揸嘅，咁手真會好易感染。所以我手一定要，如果要揸嘅時候，手要消毒耐啲先再揸，咁係會減少風險噶啦。咁另外有啲針法係點樣咧？就係唔係揸針柄啦。兩管針啦，係咁針嘅。呢針咧係咁樣夾住，然之後用中指我哋綁住咁入。咁點樣入咧？因為本身我哋手指有定嘅穴位啦，然之後就拮住地方啦，然之後就咁推落去，咁推落去啦，即係咁樣再咁推落去，咁呢個過程裏邊咧，隻手指亦都會掉支針啊。所以呢種方法都係會手指如果唔消毒嘅話咧，都會導致針身咧出現感染，而導致呢個令病人感染。咁而我哋啱啱講方法啦，即係呢方法叫做底針啦，即係用中指底啲針。呢
呢方法咧其實係中醫書針灸書教嘅方法嚟嘅，係一個合法方法嚟嘅。不過過程係會有唔合時宜啦，即係會感染啦。另外啱啱夾針方法咧都係方法嚟嘅，都係書咁教，都書咁教。咁所以呢兩種針法咧就基本上係感染嘅情況係高好多，比管針嚟講咧係高好多好多。所以我自己針咗咁多萬支冇俾人感染就因為我用管針。咁但係如果用破針咧係即係會爭咁嘅機會。好咁啊，咁大概就講咗大概嘅諗法啦，即係點樣可以避免感染，就係手要消毒，頻密消毒，穴位位置可能抹多2、3次，揸針管針揸針柄唔好揸針身，係啦。咁啊長針嘅時候，如果真係要揸針身咧，手要消多次再揸，咁先至可以確保病人咧唔會受感染。好，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睇。咁睇下大家有冇嘢想問關於今晚事件啦，同埋大家有啲咩睇法？咁咧就我就希望就即係始終呢種不幸事件，始終即係冇人想，即係冇人想，即係包括醫生又好，病人都好啦，冇人想有啲咁不幸嘅情況發生。咁我自己都睇完，即係知道之後都係有啲即係都好緊張啦，即係緊張就係即係要俾大家知道，其實即係真相係可能係啲乜嘢，咁大家作為治療師，即係如果係見到咁驚，我都驚噶嘛。我今日針灸呢排針我都會嘗試針啲人，即係始終都盡量，始終有啲陰影就會唔會話你操作做得唔好嘅時候，會俾病人揪啊，俾人問啊，或者對病人有啲問題啊。咁我作為個有經驗先，我都會有咁嘅諗法。咁更何況一啲後生或者有啲病人嘅諗法係咪先 ？OK， 好，時間差唔多啦，咁多謝大家收睇。咁我哋下星期係放假，下星期唔放假，咁下星期都會繼續同樣時間繼續做直播嘅。咁祝大家有個愉快週末。咁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講晚安，拜拜。